中经院今仔日发布，咱台湾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是3.96%，比顶一届预测的更较增加。不过明年因为受到全球经济趋势平稳，也有咱地缘政治风险等等的因素影响，预估明年的经济成长率是3.03%。因为消费者物价指数预估是1.96%，伫咧2%的通膨警戒线以下。 因为 AI 产业持续发展是台湾经济成长的希望。25中经院发布今年经济成长率上新的预测数据，比起顶一届预测，向顶悬收0.15个百分点。今年经济成长率来到3.96%。整个 AI 的产业啊，那台湾的整个外销在这几个月当中，连续数个月都突破了500亿美金。那这个整个外销的带动，事实上也造成了台湾投资的增加，因为内需甲外部带动的影响，成长模式内外拢温和。只不过爱注意的是，展望明年，因为今年的基期较悬，也甲全年经济走势平平啊，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还未解除，而且2025年经济成长率降到3.03%，比起今年有较少。若是民众定定关心的通货膨胀走势，因为汇率调整、国家风台天灾造成国内菜色价小升悬。 而且今年 CPI 的年增率是2.17%，连续3年突破2%，明年是降到1.96%。在国内股市的部分，受到宽宏台积电股价起价，25台股也是徛在23000点以上，盘中捌去120点。 这个指标到底是不是反映说台股或者是美股应该居高思维呢？可能就是需要再观察，因为现在选举的行情啊，所以也造成就是可能这个指标的波动呢会比较明显。有专家预测，后个月就是美国总统大选，无论由谁当选，地贸业甲台美关系一定拢会展开新局甲挑战，这原来影响咱台湾经济的走势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